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做一條關於按使用量法計算折舊嘅題目。有間公司喺20X1年1月1日用18萬購置一部生產機器，估計使用5年，預計生產時數為4000小時，殘值係2萬蚊。題目要求我哋用按使用量法去計每年嘅折舊費用，下表就係每年實際嘅生產時數。而家要我哋計20X3同20X4年度嘅年度折舊費用。首先，我哋睇一睇實際總共用咗幾多生產小時。如果將5年加埋，總共係8000小時。咦，明明預計總生產時數得4000，而家多咗1倍，咁計折舊嗰陣，到底應該用8000定4000小時去計呢？重點係呢個4000小時係公司喺買入機器嗰日對總生產時數作出嘅估計。題目亦都冇講要修訂估計，所以按一般考試做法，我哋計每小時折舊嗰陣，會照用4000小時。換句話講，部機只會折舊到累積用滿4000小時為止就封頂。當然之後仍然用得就會繼續用，但賬面上都唔會再折舊。咁我哋第一步就要揾出部機係邊一年用滿4000小時。20X1年用咗600小時，20X2年用咗900小時，頭2年加埋累積咗1500小時，再加埋第3年就係3000小時，去到第4年全年實際用2600小時。如果照加落去，累積生產時數就會係5600，即係已經超過4000小時，所以可以肯定部機係喺20X4年入面使用達到4000小時，而因為20X3年尾已經累積3000小時，所以20X4年只剩返1000小時需要折舊，其餘嗰1600小時就唔再計提折舊。原因係累積折舊唔可以令賬面淨值跌低過殘值，所以要封頂。揾到封頂位之後，就可以正式計算年度折舊費用。首先計應折舊金額，就係成本減估計殘值，即係18萬減2萬蚊，等於16萬，即係喺20X3年度乘返1500小時，20X4年度就乘以餘下嘅1000小時。答案就係咁。你亦都可以檢查一次，用滿4000小時後累積折舊就係16萬，賬面淨值會等於殘值2萬。而家俾多條題目，大家自己試下，可以先暫停影片，做完之後再返嚟對答案。首先計算應折舊金額，跟住再將應折舊金額除以預計生產量。呢條題目有個 tricky 位，題目俾嘅係預計每年產量為10萬張，用4年。咁我哋要用嘅其實係全期估計總用量為計算基礎，應該係10萬張乘以4年，40萬張。所以20X8同20X9年度嘅答案係咁。可能有同學會問，既然題目話預計每年都係10萬張，咁用直線法係咪都得？唔得，有2個原因。第一，題目已經指明用按使用量法。第二，其實呢部機器嘅磨損主要取決於實際使用量，所以最適合用按使用量法去計折舊。而且題目亦提供咗每年嘅實際用量數據，正正就係俾我哋按用量去計年度折舊。想重溫按使用量法計算折舊嘅重點，可以撳入下面條連結。有機會再講。搞掂企會財，隨身學，隨心聽。